我諗大家都試過同人鬧交噶啦。通常你鬧交嘅時候，你嘅企位會企喺邊度？你同佢嘅距離會係點樣嘅咧？嗱，通常咧你都會面對面咁樣企啦，跟住你擘大眼咁望住佢啦，然後咧開始咧好多手勢啊，越嚟越近啊，想蓋過佢嘅感覺。如果你係唔想同佢拗嗰啲咧，通常你就會褪開啊，迴避佢眼神啊，甚至唔應佢啊，諗住可以快啲 settle 件事啊咁樣。咁其實仲有啲方法咧，可以叫做更加好咁處理呢件事。只要你可以控制到自己情緒嘅話咧，其實你可以做一啲以下嘅身體動作。例如咧，你同佢企同一邊、同一側啊，即係唔好面對面，係啦，打斜咁樣對住佢。呢一種咧，我哋叫做模特兒嘅企位方式啊。咁啊，下次如果想控制下場面咧，可以試用呢種方法。有機會再分享啦，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